好来继续来看，云林有一个卖碗粿的头家，伫咧网络顶铺文章，讲买一碗碗粿就送你一条菜头粿，果然大家烧钱买。但是原来是写唔对去咯。原来这个头家咧拍字的时阵，因为10岁查囝伫边仔咧炒，伊一个四角叉，甲10碗碗粿写做1碗碗粿。但是为着要互囡仔正确的身教，伊是照拼照行。 总共送出着300多条的菜头粿，虽然了3万多块，但是伊讲会当教查囝负责任的态度，这个钱了解真有价值。碗粿哦！阿妹仔大声喊，甲老爸老母斗卖碗粿。碗粿哦！林小妹才10岁，读国小5年啊，下课有因就斗做生理。 爸爸妈妈咧无闲的时阵，佮主动照顾发展速度慢的小弟。林爸爸2年前开始卖碗粿，一礼拜赚4、5千，饲规家伙仔5个人，生活真辛苦。加在林小妹真捌代志，不过有时阵嘛是真搞怪。因为我不小心在补把写错。 原来是爸爸为了优惠客户，伫咧人面前拍促销的消息，买10碗的碗粿送1条菜头粿。却因为林小妹伫咧炒，互爸爸拍唔对，拍做买1碗碗粿送1条菜头粿。文章传出去，成真侪人客来买。拢总买4碗。上什么？上菜头粿。当下边仔摆甲热热肠，林爸爸讲1碗碗粿卖30，直接送1条菜头粿，一定了钱。亏钱没有错，那但是就教小孩子就。 话诚信比较重要。林爸爸讲，一个月落来已经送300多条菜头粿，了3万外。不过为了囡仔教育，讲了钱无要紧，搁赚得有。但是要互囡仔知影，家己做唔对，搁有对代志爱甲责任担起来态度。